今年有几哪个受刑人是利用机会选去逃走？法务部矫正署今嘛已经决定讲，对后个月开始会利用科技辅助监测系统，受刑人总共有离开家感觉就爱挂这个电子手环，会当随时来掌握伊的行踪，今嘛会先对明德外的家先试办。 飞机显示时间，电量拢知影，来见 GPS 行踪清楚来定位。这款电子手表一路挂起去，无多讲摕落就摕落。矫正署结合科技，及时掌握受刑人的一举一动。今年8月，受刑人林信娥等于厝探视，超过假期无转来，对明德外一家脱逃了后，犯下大男抬警察案件，2名警察死亡，震惊社会。 截至到去年10年来的统计，外一家有49人逃走。今年至少也发生至少4人，就惊搁再有相款的行为。矫正署规划科技监控，预计7月来实施。新实行的监所就选在明德外一家。有3个适用对象。那第一个是我们日间外出到厂商工作的自主监外作业。那第二个是我们外出返家探视的受刑人。那第3个是外役跟监外作业的收容人。 大约400多名受刑人即要离开监所，一路爱挂这手环，试办1年评估成效了后，慢慢科技转台。只是矫正署进前要修法，拍算有关外一家遴选的标准，只有搁强化对受刑人监控，安尼才引来民团的批评。 不应该用这种所谓的电子的设备来违反说整个外役监设立的原则之外，我觉得这也很违反人权呐。那是不是我们干脆走回头路，就是全部废掉外役监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外役真侪中间的处所，设立目的第一互受刑人慢慢来回归。央国民团认为，矫正署弯端来监控，无疑是侵害人权，一再推出各项加严的做法，根本破坏外役立法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